州喎，我好掛住長洲聖心幼稚園小朋友啊！傻豬，長洲聖心幼稚園嘅小朋友都喺晒度啦，仲有佢哋嘅爸爸媽媽都嚟支持睇佢哋嘅中華文化表演喎。係喎，台下觀眾係咪長洲人？可唔可以揮揮手大聲叫啊？你唔係長洲人都可以俾啲掌聲我哋㗎。點解要俾掌聲啊？因為我哋學校嘅小朋友好俾心機練㗎。場係我哋 K1 嘅小朋友，佢哋會打功夫，台下嘅觀眾記得企穩，唔好俾佢哋嘅功夫震傷身體喎。我場一齊打氣，幫手大叫1、2，功夫再興啦！你望下後邊 K1 小朋友好可愛啊！好未啊？準備好！K1 功夫體操，現在開。功夫，功夫，太极八卦掌1、2，功夫，2妈妈有神功，1、2，功夫。闭上眼睛听话。哇！令媽咪諗起一首唐詩叫《春曉》啊！細佬，你聽錯啦，其實係春曉啊！係啊，係春曉啊！咩嚟㗎？春曉係一首古人寫嘅詩，描述春天嘅景色，好有詩意㗎。我知道 K2 嘅小朋友會用普通話嚟唱出嚟嘅，好叻㗎！我真係好想聽啦！原來風雨聲，花落知多少。春眠不覺曉，處處聞啼鳥。夜來風雨聲，花落知多少。花落知多少。春眠不覺曉，處處聞啼鳥。夜來風雨聲，花落知多少。春眠不覺曉，處處聞啼鳥。我哋有大扇子。你把扇子好有中國特色啊！係啊，台下嘅觀眾，你估下扇子係乜圖啊？估啱嘅就拍手，唔啱嘅就打交叉手勢啦。係唔係星星？ No 係唔係熊貓？ No 係唔係西瓜？ No，係唔係花花？係啊耶！你都答啱啦，咁就獎勵大家睇 KV 哥哥姐姐用中國扇子跳舞啦！哇！雨中跳舞一定好靚啊！